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8章第10节到20节，士师记15章第9节到20节，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胜。出埃及记17章记载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一场战争。当他们与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，透过摩西的举手祷告，上帝帮助了以色列人，使他们得胜。因此摩西筑了一座坛，称为耶和华尼西。上帝得胜的旌旗在以色列人遇见大苦难的时候被撑起来了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的征战并不是第一次。从最早的10个灾难，过红海，灭追兵，遇到苦水，旷野的食物荒，以及玛撒试探上帝等等的事情，都是他们的征战。每一次他们都靠主得胜。士师记记载的一次又一次以色列人的战争，当然这是他们在战场上与敌人的战争了。同样的，他们也是要靠主得胜。士师记15章第9节到20节记载了，非利士人到了犹大，在那里扎营，攻打利希城。犹大人问他们：你们为什么上来攻打我们呢？他们说：我们来抓参孙，他怎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待他。因此有3000犹大人到以坦的岩石洞找参孙，对他说：难道你不晓得非利士人是我们的统治者吗？你把我们害惨了。参孙回答：我只照他们待我的待他们罢了。他们告诉他：我们到这里来要捆绑你，把你交给非利士人。参孙说：你们要向我发誓，你们不下手杀我。他们说：好的，我们只是把你绑起来，交给他们，我们不杀你。于是他们用2根新的绳子把参孙绑了起来，带他出岩石洞。参孙到了利希，非利士人迎着他跑去，对着他大声喊叫。上帝的灵突然临到他，使他强壮。他一挣扎，捆绑着他手背的绳子就像被火烧过的麻线一样断了。他找到了一根还没有干的驴腮骨，捡起来，用它杀了1000人。参孙作诗说：我用一根驴腮骨杀了1000人，我用一根驴腮骨使尸首堆叠。他说完了，就把驴腮骨扔掉，那地方就叫做拉莫利希。后来参孙非常的口渴，他呼求上主说：你使你的仆人大胜敌人，现在你要我渴死，落在那些异族非利士人的手里吗？上帝使利希的地裂开，涌出泉水，他喝了以后精神复原，活力充沛，因此那水泉叫引哈格利，到现在今天还在利希。非利士人统治期间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参孙他靠着上帝得胜，
却因为美色而失败。参孙的事件其实提醒我们，在生命的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得胜，我们是要靠主才能得胜。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难题挑战，许多的困境都是如此。我们所不能的，我们只能靠主得胜。耶稣基督传福音中经常的帮助人、医治人、为人赶鬼。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记载了耶稣基督被邪灵附身的孩子，他医治了他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医治，这个孩子就从邪灵的控制之下得胜了，得到了自由。圣经的记载，他们回到群众那里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上来，跪在耶稣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可怜我的儿子啊，他患了癫痫病，很痛苦啊，时常跌在火里或水里。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们，可是他们不能治好他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这时代的人多么没有信心啊，多么腐败啊！我还得在你们这里多久呢？还得容忍你们多久呢？把孩子带到这里来。”于是耶稣责备那鬼，鬼一出来，孩子的病就立刻好了。事后门徒私下来问耶稣：“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？”耶稣回答：“因为你们的信心不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假如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从这里移到那里，它也会移过去。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你们不能做的。”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是信心，只要有信心，就能够成就许多的事，就能够得胜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所做的，其实都是因为信心倚靠上帝的能力而来得胜的。以赛亚书38章第10节到20节：“我担忧在如日中天的年华，我会一命归阴，无法享受天年。我生怕在这人世不能再见上主，也不能再看见任何活着的人。我的命根被砍断了，像帐篷被拆下，像布从织布机上割了下来。我想上主要结束我的生命了。我通宵痛苦哀嚎，仿佛狮子咬断了我的骨头。我想上帝要结束我的生命了。我的声音微弱无力，像鸽子在呻吟。我的眼睛因观望天空疲乏。主啊，求你解除我的患难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的心难过，不能成眠。主啊，我要为你而活，只要为你而活。求你医治我，让我活下去。我的愁苦将变成安宁。你救我的生命，脱离一切的为难。你饶恕我一切的罪过。在阴间没有人赞美你，死了的人是不会颂赞的。下了民间，人不会仰望你的信实，只有活着的人才能赞美你。正如我现在赞美你，父亲要告诉子女，你多么信实。上主啊，你已经医治了我，我要弹琴唱歌赞美你。有生之日，我要在圣殿中赞美你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，无论遇到任何的困境，都有坚定的信心来相信
诚心的祷告，依靠上帝的同在以及帮助，能够得胜有余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